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总统川宣布对全世界半导体晶片扣100%关税，不过若准伫咧美国生产，就会当免扣。中航空早起有飞菲律宾的无人机起飞不偌久，称压出问题，就滑头登到桃园机场，民航局目前正在调查。人生特别预算案临时抽调，行政院讲也佫需要调整，也强调会依照三读通过特别条例来编预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美国总统川宣布要对全世界半导体扣100%的关税，不过若准伫咧美国生产呢，就会当免扣税。Apple 执行长库克也宣布要伫咧美国增加投资美金1000亿。另外，印度出口去到美国的关税也已经确定讲伫咧21天后会用50%来算。美国总统川对全球半导体晶片业者的关税税率答案公布啊。100% tariff on all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you've made a commitment to build, or if you'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s many are, there is no tariff. Okay? If for some reason you say you're building and you don't build, then we go back and we add it up, it accumulates, and we charge you.At a later date, you have to pay. 这场伫白宫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除了 Trump、各副总统 Vance、财政部长 Biden、商务部长 Rudnick 和 Apple 公司执行长 Cook， 除了关税会使下免 ，Cook 嘛宣布会伫今年初5000亿的美金的基础上，搁增加投资美国的1000亿的美金，互更较侪 Apple 供应链刷转去美国。伫这场记者会进前，Trump则拄公布行政命令，向印度加扣25%的关税，理由是印度油源直接或者是间接进口罗西亚石油。21日了后的8月底开始，部分印度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关税会扣到50%，成为巴西以外美国贸易盘的上悬税率。如果印度纺织品、鞋啊、保障和珠宝业拢会受到正大的冲击。The highest tariffs in the world charging on American products. And it's got high non-tariff barriers, so we can't get our products in. India then uses American dollars to buy Russian oil. Russia then uses those American dollars that come from India to finance its armaments to kill Ukrainians. 不过，白宫并无对同款买罗西亚石油的中国采用同款手段。针对记者的质疑，白宫贸易顾问 Navarro 安尼回答。Keep in mind that we have over 50% tariffs on China already. Okay. Right, but you could we have, but they haven't been punished for buying we, Russian we oil. have, India's we been have over 50% tariffs but on not China, so we don't want to Russian get to a oil. point where we actually hurt ourselves. 名叫做因应罗西亚联邦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项 Trump 的行政命令内底，只针对印度无中国，引发白宫记者追问。Do you have any similar plans to enact more tariffs on China as it relates Could to their happen. purchases? Could happen. Depends on how we do. Could happen. 美中伫瑞典见面了后，两国贸易谈判有关卡关。根据美国 CBS 新闻网报道，中国甲能源供应的红线搭较正硬，代表中国并未放弃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什曼巴表示，中国甘愿付100%的关税，嘛无愿意让步。公司新闻红鲁梅编译。即马川要甲全世界半导体扣关税，若准伫咧美国生产呢，就会当免扣税。全球晶圆就宣布讲，因伫美国的子公司呢，和 Apple 合作，强化美国半导体制造供应链。另外，川也解释，公车台积电呢，会伫咧美国投资美金2000亿。也若针对这部分呢，台积电暂时无要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半导体关税，因为台积电已经伫美国生产制造，检定是就免关税。川普无正面回应，不过这项利多的消息，鼓励台积电初一开盘一路有起，中场收伫1180块，起55块，期待超过30条。台股大盘以24003点收盘，起556点。不过半导体甲晶片若无伫美国生产制造，就要面临100%的关税，敢会致使半导体业去美国投资，嘛引起关注。
从台湾的角度呢，美国根本不是台湾最主要的市场。4.78到底是谁在出口美国呢？主要就是台积电 AI 晶片。川普他要的是制造业去美国投资，投资金额才大。台湾科技厂扩大伫咧美国投资的业者，包括台积电开1650亿美金去3间晶圆厂等等的设施。鸿海去年公告投资台票10亿7千万，买美国德州土地厂房，扩大生产 AI 服务器的产能。广达进前嘛宣布投资台票72亿8千万，增加投资美国的子公司环球晶圆，伫咧美国时间7日宣布，美国子公司 GWA 要甲 Apple 合作，推动生产12寸先进式晶圆。他们优先采购我们的在美国的 GWA 的先进制程的晶片，金额会再扩大吗？订单啊、获利的状况，然后会再做决定。川普原底讲台积电会伫咧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后来改喙讲是2000亿的美金。针对这点，台积电是暂时无回应。专家认为讲投资2000亿的美金，还佫伫咧台积电负担的范围内。不过，佫较受关注的是后礼拜就要公布的半导体232条款，敢会封扣25%至50%的关税。影响台湾的出口，或者是保留先进制程，就一旦唔免。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说我们可以有效的压制其产地，否则的话，其实232条款对于我们整个的资通讯产业，恐怕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麻烦。专家认为讲232条款对台积电影响无大，但都是国内的资通讯产品，若无法度防排除伫咧免税范围，万不利拄到半导体甲对点关税影响，恐惊会造成重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表出讲，这2奈米制程技术泄露出去，目前有3名工程师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罪嫌重大，被羁押禁见。检方也查出讲，这3个人呢，其中有人最近开上亿，伫咧新德市买2栋别庄。检方也要追查这金钱来源。国发会主委刘敬清就表示讲，防偷摕不是全部的资讯，也若牵涉在内日商公司东京威力科创在今仔日也发声明来回应，讲已经甲涉案的台湾子公司原公司透露，调查了后，无发现到机密泄露的情形。台积电2奈米制程机密技术去互流出去的案件，已经有3个工程师去互羁押禁见。根据了解，一个从台积电姓陈的工程师离职了后，改去日商设备大厂上班。那像甲进前伊伫咧台积电的2个同事，也就是姓吴甲姓高的工程师相交结，请因转翕2奈米制程的机密，结果传互这个姓陈的工程师。不过检调查出这3个人内底，有人资料无清，煞有材料开意外买新竹的2栋厝，要进一步追查金流。总共有9个，这个让我觉得说，这个如果不是一个串联的有计划的行为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呢？而且要串联到这么多的工程师，他们是跨不同部门，可见他们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绝对不会是偶发的事情。台积电2奈米涉密的案件爆出来了后，日本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威力科创测试头一届发声明回应，针对这个涉案，台湾子公司的前员工已经甲伊改评处分，全面配合台湾司法当局的调查。经过公司内部的调查，到目前为止，无发现相关机密的资料有流出去。国发会主委刘敬清测试伫咧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讲，国科会掌握关键的机密技术，有受国安法的保护。就我的了解，它并不是全部的资讯。第二个事情是，很多事情不是看一个 paper 就会了，它是把它的机密是切一段的，所以呢，拿到一段没办法知道其他的部分。这些上千张的照片流到了竞争对手端，我也不认为以现在2奈米3、4、5、6千道的制程，然后就可以一下子追赶过台积电。国发会主委刘敬清表示，台积电去互涉密的案件，目前还佫伫咧调查的阶段，未来理清动机甲目的。台积电嘛会伫咧后一届的董事会正式说明案情。若这敢会影响台积电伫咧日本投资的计划？刘敬清讲，这2件代志并无牵连。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BR271的航班，今早起9点24分，对台北飞到菲律宾的航班呢，起飞无偌久，就挂7700的紧急代码是舱压出问题，随滑头登到桃园机场。民航局表示讲，有接到通报，目前也正在调查。飞轮机的机舱内底，上锁的面罩为天棚垂落来，旅客真紧张，赶紧把面罩挂咧。中央航空一架BR271航班，初7早起9点24分，要为桃园飞去菲律宾马尼拉。不过起飞无偌久，飞轮机就挂7700紧急的代码，翻头登来桃园机场。
Mayday EVA 271 emergency descent to flight 10,000, turn left heading 060 due to the cabin decompression. EVA 271 get requested altitude. 飞行机发出紧急讨救兵的信号。根据航空公司指出，这架飞行机是伫9点54分起飞了后，机舱的气压出现各样，所以照标准流程驶翻头。伫早起10点42分安全降落。机罩就掉下来了。那反正就是大家就吸了一阵子之后，那就是机长就说气压，舱内的气压有异常，所以就必须回到台北重新换一个班机，再重新出发这样。对，那时间蛮长的，可能长达至少10分钟。航空公司嘛另外派飞行机伫下晡1点40分重新飞去马尼拉。不过7700这个紧急代码，这是非常小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机场代码，这是代表飞行机遇到紧急的情形，亲像机械故障、甲火灾等等重大问题。如果说超过1万英尺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调完包有问题，空服员会指示你要把氧气面罩戴好，否则的话，在10到12分钟之内就会缺氧。那旅客呢，在看到氧气面罩掉下的时候呢，不用惊慌，向下拉住，罩住口鼻，正常呼吸就 OK 了。那会提供足够的氧气，直到下降到安全的高度。针对发生意外，中央航空讲造成旅客不便是感觉真实的。不过后续调查的部分，民航局讲已经有接到通报，后续会以程序来调查。另外，运安会已经派3个先遣小组去桃园机场，等收集资料了后，再个评估敢是要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站正离奇的意外，这桃园龟山有一大工业区附近有一个高压电塔，这顶头的电缆线呢，昨有一个查甫人吊伫顶头，明显死亡。台电和消防警官今早起爬起来，把这尸体送落来。检警调查，这死者是泰国籍合法的移工，这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伫桃园龟山一个工业区的附近，离土骹差不多60公尺的高压电缆顶悬，远远看过去，敢若挂一个物件伫遐。民众用吊镜去看，竟然是一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有那个望远镜，那个他们把它一放大看，是人。这个命案是发生在初6下晡，警消知影了后，随通报台电，因为案发的地点离土骹差不多60公尺，大约有20站楼悬，考虑到作业的安全，决定初7日透早进行运送任务。本分队接获派出所报案，龟山区有1名民众吊挂于台电高压变电所上，身份将由警方调查。初7日透早，伫确认断电了后，消防特殊人员伫台电人员的帮助之下，顺利爬起了高压电塔。借台电专业工具的辅助，半点钟了后，总算是接触到挂伫遐的查甫人。到固定了后，佫开一挂功夫，总算顺利把死者运送落来。你出去以后，完全是悬空在外面的。那第一个就是高度的风险，第二个就是要克服同仁心理的恐惧。好，那再来就是患者吊在那边，他非常的不稳定。那不稳定以后，所以我们靠近他的时候，一个没处理好，他就可能变自由落体掉下来。检警调查，死者是一个壮年的泰籍合法移工，本地是伫高雄在做工课，到小初2联络袂到伊，初5是透过中南部警察找伊，落尾伊说已经发生危险的代志。死者到底是安怎会挂伫空中，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检警会做验尸，较紧来厘清死因。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荣总病院传出讲，有一个外包的杀病床人员呢，甲家属偷袭的事件。受害者表示，虽然伊有现场大声甲话引起注意，不过病院说是无积极来处理，落尾决定要来报警察。荣总表示讲，涉案人员已经互人开除，也那病院提供家属心理和法律的协助，也要求厂商要加强管理。潘小姐和查某囝来病院要照顾阿母，煞互病院外包勤务人员举手机偷翕。潘小姐讲，伊当时大声呼叫医护人员协助，偷翕的人煞摕手机开始ถ่相片。医护人员当时无积极处理，互伊决定直接打电话报警。这名勤务人员嘛，互带去派出所。研究我妈妈开完刀之后，这当天她有拍很多的照片，然后她甚至看到我女儿独自走在厕所的时候，她就跟着她，然后从厕所外面偷拍她，因为她从镜子看到。对，可是因为我女儿就之后就会发现，好像这个人都会一直出现。经现场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无私密影像，针对相关影像及行为进行后续调查。
警方查看勤务人员的手机了后，暂时无私密的相片，不过有部分的画面涉嫌侵权，会搁进一步调查。拍摄者表示，这名勤务人员的手机内底对7月22到8月初6，拢有特别针对因查某囝翕的相片，互伊感觉无爽快。尤其是伫代志发生了后，院方拢无甲因回失礼，互伊对病院处理的方式足无满意。所有的病患还有医护人员的隐私遭到严重的侵犯，他们没有要主动去了解、去追究这件事情。家属的后续的相关的法律流程，本院将提供完全的协助。屏东营总讲，外包厂商伫昨就甲这名勤务人员开除。医方人员表示，家属的部分有需要任何心理咨询，也是相关的法律协助，因拢会尽量斗相共，嘛要求外包的厂商提升勤务人员的管理制度。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屏东的北大武山步道，因为即摆大雨霜冷甲真惨重，大面积的崩塌着三搭。林保署表示讲，因为步道修复着要靠人工去做，这工期要半年，步道就暂停开放到今年底。另外，高雄山区道路目前还阁伫咧抢修，即阵的各区的对外交通是以便道为主，会限时间，也限制车的大细带。你看这个路在上面，这个路。本来路在这里，路在哪里？总长大约9公里的北大武山步道，顺山县一路顺时顺长的状况，才拄行来到0.45公里遮，规个已经崩甲看袂出原地路地道。顺山县用尽步数往山顶爬，愈爬心愈惊，因为连日的大雨将步道顺长甲真上重，敢若大面积的崩塌倒三搭，其他亲像树啊倒去、石头连落挡路的也袂少。林保署紧急宣布，北大武山步道要封山整修，开放的时间延到年底。它有3步道0.45K、2.45K、6.1K 等多处比较严重的坍塌，那还有1.5K 的栈桥也被落实有一些毁损的现象。大水河和北大武山步道对0.45公里开始到6.1公里。沿路拢是崩山路段，虽然上5山厝无啥损长，不过爱封山整修步道都无法度开放。林保署表示，有登记山厝的民众拢会当去网站申请退钱。另外，大水河也造成高雄山区的第20线、第29线、第27线，拢总有20外台路基崩塌。公路局测试也完成最后一搭第20线轻河到复兴路段的抢通。即阵南马社甲桃园的民众暂时会当靠便道出入。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因为原地道路拢也在抢修，因此便道的开放有限时间，民众一定要注意。修复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中，而且山区短期内通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林保署表示，虽然这2天南部有较好天，不过山区的土坝水分真重，随时会有土石崩落来、树啊倒去的状况发生，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去山顶。记者柯炳哲、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来看中部地区，这南投草屯相当地区的自来水系统呢，去互这土石流规个冲去，害当地600多户基本是无水通用。公所是赶紧来抢修，到今仔日呢已经修复5成，也讲会变医生来协助复原。对啊，刚才季风经过起来，都水管拢断了。南投草屯相当地区一直拢是靠干液自来水系统来供水的。7月底连续几若天上大雨，当地发生土石流，甲自来水管线冲下去，造成600多户无水通用。经过抢修，5条管线即马剩2条，也未修好势。不过嘛，因为安尼，一寡带透天的住户水压无够，水拢真细港。掩埋很严重吼，也算讲。土司的掩埋，即目前吼，我一讲也无法度好这个维修吼。即马这我看它就是可能爱废井，还佫重新再开挖。这个经费的部分可能是爱透过咱公所这边甲咱斗真情，咱地方这个电力水的水当顺利来使用。但是相当干液自来水管理委员会指出，目前抢通的管线，敢若先用较简单的方式接水管，系统性的灾后复原，也需要公部门拨经费处理。会来赶紧吼，甲咱公务科上面吼，是毋是来编一个预算出来吼，抢修的部分再配合相当咱的自来水委员会吼，这方面经费方面，我会专业来甲想办法。这个相当地区干液自来水系统受到土石流的损伤，草屯镇公所表示会编列医生来协助复原。另外，嘛有协调自来水公司先提供临时供水站，予居民灌水。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
但那是风台甲家己真侪水面型的光电帮拢扫歹去，厂商咧就甲这个废弃的设备放伫咧大塘的农地，毋过小连续落几落天的大雨，这个设备呢就开始流淌一寡红色的水，是流甲规土骹。环保局表示讲会要求业者好好来管理这寡废水。因为风台废弃的光电设备放伫咧正座的农地附近，虽然顶面有篷布盖咧。涂骹嘛有自篷布，不过内底一寡所在煞有红色的水流出来，这是家己关一直甲布地交界的所在，互人质疑业者敢是违法放伫大塘的农地，经过的农民真烦恼，边仔都是灌溉用的沟仔，毋知敢会造成污染。阮的田拢伫即个边仔遮尔，阮厝也伫遮，好就袂烦恼的，啊袂会烦恼，人都要倒啊，无法度人啊。种啊落来啊，落啊一时个，一个头啊。安头好，你这想安尼讲好，当安尼讲好，当安尼就袂污染。家己关环保局表示，放伫遮的物件，拢是因为风台废弃的供电设备，一寡业者因为无所在放，另外数只煤盒暂时放伫大塘的农地，内底主要拢是塑胶的物件，无供电面绑伫遐。针对民众烦恼的部分，会要求业者改善。依照《废氢法》36条的储存设施管理办法，它是有要防止地下水跟一些雨水的渗透跟这个废水排出的这种设施了。那我们去看的话，如果它有这些相关的排出这些废水的这些问题，我们会请业者做好这个管制措施。环保局嘛指出，现场红色的水可能是业者厝和动车出入的铁帮，因为落雨造成生銑所产生的，会到现场采用检验。若是业者有违法的状况，嘛依法来处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但那是风台吞大含这落大雨，造成西南部地区呢是密密茂茂。为着要赶紧来修复，行政院已经成立分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协助地方政府机关人力、机构和物资的调度。今仔日议会了后，正式提出560亿的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协助灾民重建家园，也会函请立法院审议。今年7月，当那是风台算长嘉南沿海地区真大强风造成建筑物电力电信系统毁损。7月2日开始，小连线的沙南气流带来强降雨，所以嘉南高屏这个所在，道路、水利设施拢无业受损严重。为了让各级政府有够的资源来办理灾后重建甲复原，行政院7通过当那是风台甲728大水后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请立法院审议。规模之大，我们现在依照现行的灾害防救法的相关规定，办理灾后复原所需的经费已有所不足，我们有必要提出此特别条例。本条例所涵盖的致灾地区，除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也把台东县、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有因此致灾的地区，请主管机关工程会能够依照实际的认定给予纳入。院长也提到，昨天已经拜访过立法院。韩院长也承诺会用最快的速度来纳入整个议程的安排。根据条例内容，要争取编列特别预算560亿，以分期方式支用。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并由执行机关各相关部会负责预算的编列和推动。复原重建的项目呢，由各部会来依照它实际的需求来提出哦，包括了农业的、电力的、电信系统、有线广播电视系统哦、自来水、瓦斯、燃气。家园及公共设施，那在水利设施、道路、环境卫生、社会复原及产业促进部分，都有纳在特别条例的范围之内哦。那同时，为了一个执行上的弹性，也增列了一些概括的项目，只要是跟达纳斯台风以及这次的豪雨相关损害而需要复原重建，中央执行机关也能够将它纳入工作范围哦。灾后重建特别条例送请立法院审议了后，行政院讲会持续甲立法院各党团沟通，希望早一日完成立法程序。条例为公布日施行，施行期间为生效日到116年12月31日，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延长。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会本地今仔日要讨论包含普发现金1万块的5450亿润成特别条例预算案，不过却临时把这提案抽起来。行政院的发言人就表示讲，主要是因为产业支持方案佫需要调整，也强调会依照3读的特别条例来编预算。另外，台美关税谈判和在野党这期是互相作业。今仔日立法院的委员会就召开机密会议，邀请外交部也有这行政院经
经贸谈判办公室提出相关的文件，互立委了解和监督。当时海商计划每一次机密专报，我印象有3次哈，都是全程机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走廊，中央立委爆发激烈口角，因为民进党一个调委新北洋临时变更初7机场，为考察体复会清境农场改造，邀请外交部行政院经贸办出席，代表关税谈判文件。也毋过因为涉及双边保密协定，专程采取机密会议形式，和国民党这期是误想。尊重国会的监督啊，所以这虽然说这个几乎没有先例，就委员所关心的问题相关的文件，我们提供给委员。今麦美国对台20趴的暂时性关税正式生效，川普又搁宣布会对无伫美国设厂的半导体扣100趴的关税，各界关注敢是会影响咱国最后的税率。有待他最后的正式的行政命令，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谈判团队一定会持续的跟美国争取，在对等关税的谈判里面，要把232以及供应链合作一并纳入。川普所公布的内容，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谈判的这个策略以及我们的步骤。另外，营养关税冲击原定初次行政院会要讨论包括破发现金1万的5450亿润性特别条例预算，伫开会前一刻阁提出提案，传出因为民进党内部对敢是败负有无共意见。确实，内部有各种的意见的部分，还在做最后的讨论。然后，我们当初就是还税于民。全民普发1万块，每一分钱本来就是人民的，有什么理由不赶快普发给大家？在野党全面破坏立场明确，呼吁行政机关唔通去拖，毕竟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将一伫地中上会上也呼吁朝野支持特别预算案。已经3读了特别条例，那除了就是产业支持方案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思考再做调整之外，其他的都不会变动。行政院强调，会以3读的特别条例编列预算，红看做是无排除。也毋过什么时阵会提出预算案，犹待后礼拜行政院会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金华城案是搁再开庭，再去郭文德雄上去当场骂检察官，而且搁摕这杯仔等检察官情绪失控，伊强调伊拢是去防安罪名。看用警备车大声喊话，郭文德因某等报机和支持者做伙声援了后，点点七目屎。主席，你会不会后悔相信钟小平？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伫生日了后，隔两天，因为金华城案初7搁一摆红体信出庭，专案审几天，说伫后庭发生冲突。何必非常生气，他站起来质问他们说：“我被关了12个月，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良心啊？到底还要编故事编了什么时候？”在站后庭的浪芳，郭文铁煞雄雄生气，当场弹资料涉水杯啊，对检察官大骂垃圾话。否认贪污，伊讲家己是防陷害公务罪，绝对袂屈服，嘛绝对袂投降。但是北检嘛发声明谴责当事人以非理性的言辞也是举动，凊彩对到庭的检察官做人身攻击。我准备什么东西吗？这摆开庭同款是结问证人，团迄当阵的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和迄当阵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作证。李德全表示讲，金华城的土地所有权人照都市计划法有权提出申请，但是照伊的观点，建议参考土管条例，搁较会当达到一致性。迄当阵才会来替签订。伫黄珊珊的部分，检方问的一大重点是金华城案敢有开过无公开的行贿。金华城的案子并不是市府重大的政策，所以他从来没有进入所谓的列管，更没有进入所谓的晨会。但是检察官很遗憾的，刚刚在最后结论的时候，他竟然扭曲我的话，把它说成我说金华城是重要，要进晨会。对这摆开庭，审判长嘛雄雄讲出台湾的司法已经真脆弱，无适合一直批评。但是郭文铁讲，家己认真做代志，日也做，暝也做，做互讲贪污，即马互关12个月已经得要到极限，一遍搁一遍一直讲这是啥物世界。另外后摆开庭暗算伫12会团嘉南市副市长邱培玲等人来作证。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性命案件对一个人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这资讯是袂当清清彩彩就泄露出去。这教育部处长呢也表示，因为泄露性病案学生的个资，去互教育部的性病会调查，也伊会来请假到当72天咯。也因为安尼时呢，这调查规个是超过2个月，也是无结果。第二日为了即期讲调查过程拢伫遐拖刷刷。教育部长陈英也就讲，一定会遵守法律来做，也强调讲，这个案件是伊的痛，希望赶紧来结束，也尊重这调查小组的判断。
这我们一定会遵照法令上来做的。好，就像这也是持评论，这也是我的痛。去互几下的立委问到处长叶秉成涉嫌把性平案学生的告组流出去的调查案，教育部长陈永尧是真拍拼的解说。不过民众党立委刘淑彬讲，调查的结果一直延期，敢是干那办基站，无要掠大尾。第二次的罢免之前的时候，那这样子变成说产生一个效果是办小不办大哈，这个对我们的基层的老师的士气可能很大的影响。越早结束越好，但是专案小组在整个查证的过程里边，因为涉及到当事人，我们希望配合当事人，还有许多相关利害关系人。陈永尧讲，外界有真侪联想拢唔是真的，希望调查的结果赶紧出来，不得7月底就有结果。不过性平委员认为讲，还有真侪所在需要厘清，包括约谈当事者，所以延后1个月，伊嘛尊重小组的判断。不过调查立委讲到叶秉成5月27就开始请假。商务处长朱尊章6月28上任，有32天由政务处长张廖万坚处理公务。8月22调查的结果才会出来，叶秉成继续请假。民进党立委李坤城认为讲，这对教育部的名声来讲是一种伤害。你觉得很痛啊？当事人也觉得很痛。那我觉得在程序上面不晓得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对学生是相当不舍，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协助他走出来。李坤城希望陈永尧会当对当事者的学生的心情有同理心，相关调查的程序嘛爱互当事者知影。陈永尧讲，对学生伊是感觉真唔甘，无好好甲因协助。遐若学校伫咧处理的过程甲行政的方面，还佫有真侪需要精进甲改善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咱做人就爱看长，唔通看短。讲到这学生订判的公投呢，是8月23要来投票。中选会伫咧投票进前呢，举办5场的意见发表会，在今仔日是头一场。正方的代表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叶宗光，伊是呼吁台电就爱互这学生抢伫1年内恢复做天机太平的状态。那反对方的代表是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伊强调讲，伫咧科学检测还未出来，还未甲人民讲清楚进前呢，就来进行公投，这程序是不合理的。学生电启公投第1场说明会今仔日举行，清大教授叶宗光做正方的代表，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做反方的代表。叶宗光对能源安全、国家安全这立场，支持电启学生，佮呼吁台电和学生伫1年内恢复到天机太平的状态，完成总统赖清德伫竞选迄当阵的承诺。让他至少在1年内恢复成停机待命的状态，保留核电机组作为紧急时候供电的来源。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表示讲，学生公投的主文，你敢有同意第3核能发电厂经过通过整体的安全评估了后，恢复继续运转？透过文字写这的话是真简单，但是核能机组敢会当延役，还是重启，要经过一定的科学流程，需要时间和工程的设计和调整，不是简单的投票就会当做决定的。是在有科学的完整检测之后，跟国人做说明，来邀请国人来做决定，还是在现在就先做出决定？针对叶宗光表示讲，加入恢复工园了后，火力全开。过去高雄市长陈其迈定强调南电北送，不过最近到半暝尖峰的时段，却是中电南送的状态，质疑公平性。詹文生嘛反击指出讲，2016年、2017年核2和核3搁在运转，但是有100天备转用量是无到6%，但最近3年差不多拢无搁发生。核3除役了后，确实半暝尖峰时段北部的电力较够，才来支援南部。南部其实南电北送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们现在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它需要其他的地方指引，这个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要拿出来做这样子的批判。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新机组根本赶不上进度，结果今天政府又跟我威胁说，你不让我拨补，我就要调涨你的电价，这合理吗？詹文生重申，台电公司这段时间是拍拼在做高阶核废料选址的立法工作，寻求台湾有限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场所。但是正方的代表甲核电厂的电启工作是真简单，唔免开足侪钱的代志，对台电是真无公平。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消防警官是真辛苦，唔若要救灾、抓抓、拍火等等，拢需要因来做，是需要24点钟来提名的。就这环境安全系教授做一份调查，发现讲有超过50成的消防警官拢有困眠的问题，其中有2成因为这困眠品质不好，伫咧救灾现场精神也不好，变到影响到救灾效率。7月份，新北市新店广兴桥水系发生堵水的意外，造成2个去救人的消防人员不幸损失，这也引起社会对消防人员工作权益的重视。42岁消防员周仲嘉指出，这份工作唔但危险，阁无健康，上班时间需要24点钟伫咧消防队台面，这着火警堵水就要随时出勤，常常困无饱眠，有当时一天甲来困3点钟。因为我们的勤务大部分是救护勤务，还有不定时的火灾勤务，所以你可能就是在睡眠可能就2小时、3小时的状况下去做这个勤务，所以基本上是非常剥夺你的睡眠和精神。消防员表示，因为因排班的制度较特别，是做2天休2天的形式，值班48点钟内困眠就无正常。台湾职业卫生学会委托学者针对500几个消防员做调查，发现有34.9%的人认为一场压力真大，73%的消防员感觉家己的困眠品质无好，有19%的人因为伤忝感觉动作变慢，影响到救灾的效率。他还有现场他需要做一些决策压力啊，那这都会造成他们一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一旦事故的产生之后，我们国家大概在大的事故都难免会有一些消防人员的殉职。在一个职场环境里面，如果他们有一个同侪或者是长官的支持文化，对于同仁的一个压力管理跟调节是有帮助的。医生强调，若是制度无改善，长期落来会害消防员的健康出问题。台湾职业卫生学会建议消防单位会当参考国外的做法，定期替消防员安排放松的训练，并且建立心理支持系统，让消防员通休喘。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台中有一间准公共托育的顾婴中心，因为去互这法院判有罪，互市政府解除契约。业者呢是无法高价500多万的补助金，幸好政府就宣布讲这店会收起来。今仔日就家长出面来指控，讲有31个幼囡仔无所在通去，批评社会局拢无积极伫咧斗协助。积极辅导转介，保障孩童幸福。这标语画成清楚权益，台中市海线有家长齐齐出面指控，囡仔读5车区一间准公托托育中心，因为定在不实准文书罪，互台中高分院判决真严。社会局决定终止契约，搁约回558万补助金。托育中心就家己宣布8月开始休困。有31个家长面临囡仔无所在通去的问题，事后市府也无积极协助转介。他也坦白讲说，海线就是没有公托、准公托，你只能选择保姆体制，不然就是，甚至还有直接跟家长说，你就送去西屯啊、北屯啊，有名额。好，我们家长就早上几点要出门？他要去排保姆，我去问过，保姆告诉我，你的小孩有点大了，不受控，我不收。这间托育中心初期1元营业，也有部分的囡仔送来。家长认为，照地合市政府办理未满2岁囡仔托育公用化甲准公用服务作业要点规定，应该终止契约，主管机关应该协助家长意愿转介。市府所干的提供资料，爱家长家己联络。消费局强调，中心原本是有60个囡仔，已经协助40个欠债幼儿园甲其他照顾安排，也有16个包含申请囡仔继续送来。居家托育服务提供者也是准公共服务的一环，送托准公保姆一样可以领取每月13000元的补助。社会局会尽力协助家长衔接适当的托育资源，以确保孩子照顾不中断。因为我被重罚了快600万，整个薪资啊、房租还有这些各项开销我已经支应不了了，所以我才会跟社会局说我只能歇业，但是社会局现在就是不同意我歇业。业者无愿提供，敢强调社会局目前要求不准停业。市府是强调，这中心退出准公托了的6个月内，赠托家长1元应继续领托育补助，每个月13000。那6个月后继续赠托，应该领育儿津贴，每个月5000。业者若希冀应合适卫福部，可提供行政救济管道。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今仔日呢是24节气立秋，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有一寡所在是有落西北雨的。若讲到这拜六呢，落雨的范围会变搁较宽，规个西半部呢过到了后，拢有可能会落雷降雨。拜四是24节气的立秋，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是侪云到好天，过到屏东、高雄，也阁有3区可能会落西北雨。气象署指出，今仔日各地气温真悬，尤其湘北、桃园和台南、屏东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今天、明天这段，其实到周末之前，我们中午前后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尤其是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6度，外出一定要防晒多补水。而另外也要提醒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指出，拜五转吹偏东南风，水汽会偷偷变济，台东和恒春地区会落短暂的阵雨，高雄、屏东和山区要注意西北雨。一若拜六落雨的范围会阁扩大，规个西半部过道拢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在周日之后呢，因为我们南方的水汽整个是变得比较多一些，所以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气象署也提醒，菲律宾海面上目前有低气压，发展也无够完整，预估敢若有外围水汽影响台湾，敢会变风台爱阁观察。另外，这款侪云好天、高温烧热，过道有可能落西北雨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后礼拜3。民众若是出门，爱记得补充水分，也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中南部前几天啊是小连续一直落大雨，这菜色果子霜得较真严重。西里果菜市场的进货量是减去一半，一公剩50外吨尔。昨1公斤的大白价差不多是53块，今年上届贵的价销，也如果爱等到9月，价销才法度较稳定寡。农民无用收成油菜，也毋过受到前一阵啊连日落雨，天气阁好起来，造成菜园的菜绿冬黄总收成量大大减少。天气好都黄了啊、烂了啊，原本说差不多60台啊，现在今天只收17台而已。我的就是水刚烧济，然后就是拢黄的，安尼。我就是它的产量阁烂安尼。西里果菜市场表示，受到顶个月丹那西风台加西南气流、大水雨连续报道，造成产地多数菜园啊浸水，复经进度慢，市场购货量只剩500多吨，菜纳平均菜价每公斤53块，是今年新高。蔬菜短缺，腐烂损害严重。目前我们的平均价到昨天为止是总平均价53块，交易量差不多550公吨。我就是野菜籽啊。搁订福建就对啊。来到传统市场，卖菜贩也只会当怨叹菜价悬，生意无好做。当时应该是面豆啊，面豆啊，苦瓜涨落去到4000啊，苦瓜嘛是到悬。西里果菜市场表示，今年至到5月菜价落价，真侪农民了本钱，整体平均菜价只有20多块。虽然即马菜价悬，也毋过拄到财损，收入有限。有9月菜菜价才会当回稳。农业部统计到8月初6下昼4点，受到728大水后，农业灾害损失影响，全国目前损失金额已经达到3亿1000多万，多数集中伫中南部县市，其中各以屏东县超过1亿1000万上严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但那是风台造成台南真侪人家厝受到损害。台南市政府伫咧北门国小的育湖校区，还有乌里国小乡村校区设临时安置场所，提供一寡当咧整修厝或者是中建户来申请使用，也推出着灾民租伙归厝的计划。另外，七下晡呢，中央也针对7个布地定信号无好的所在，布置灾区办游。不过，当地拢是老大人较侪，对厝内面的电话需求是比网络需求更较重要。最近有一家在历史的乡村国小，本正今年按说要停办，正做二寮国小的分校，不过这回又有新的任务。透早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就是要甲这间校舍打造做临时安置所，提供给家收入户的灾民，伫徛街修缮，也是时间期间有所在通住。初时陆续有6户会先住入去。市府除了找2间国小来安置灾民，嘛有灾民租用的会居厝计划，若无领到租金补助的灾民，会当向公所提出申请。整个公班动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媒合这50户的，在修缮的过程中来做一个短暂的安置，让他们不用去担心说房屋修缮的期间还要去找住的地方。
另外，未接所在通信有网个北孙，就算即阵有行动通信车进驻，高达嘛小民众反映采济哪像咧看水的。实在去这个龙山宫庙埕并没有一台通信车，不过工程人员同款电话卡不出去。推出中央安全卫生地台南7个嘉义布袋附近先启动灾区漫游机制，不过这个时段认为也是先把厝内电话修理好较要紧。我嘛无手机啊，我无手机我嘛无法度啊。哦，所以对你来讲嘛是无效吼。百姓咧反映哦，讲你当时啊拢发慢啊行，暗时啊拢无咧发啊，安尼。所以就是嘛是加困难。踩伫遮袂使踩好看啊。就算讲在行动通信车踩伫咧边啊，不过嘛是有网有真侪民众是讲这网络吼一直碰袂行。即摆伫咧下晡3点了咧，有民众是讲吼这网络总算是有较好势啊。喂，哎，会通啊？有安尼会通啊？本来拢袂当卡赖对无？对。这项灾区漫游的新措施，伫咧初7下晡3点开始实施，会一直到10月底。那网络漫游的部分，对行动通信加减有帮助，只是当地时段也是较惯使用厝内电话联络。灾区漫游的措施到底敢袂当有作用？后续就要去观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县政府含这南方澳进安宫9月26到28，要举办2025南洋妈祖文化节的活动，所以去核心继续检讨。讲这个活动呢，逐年拢开上千万的预算，即马办到第6年啊，宣布定出着这绩效的指标。地方对这个活动反应也是无共款。妈祖形象更是去宜兰县政府大厅，2025南洋妈祖文化节伫9月26、27、28连续3天举行海陆绕境。县政府伫县政府来拜妈祖，宣传活动3大主题特色。不过活动为2019年开办到今，逐年拢开千万的预算，去有心继续检讨，讲无定量化绩效衡量指标。在有限的经费之下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这些坐船人数、用餐的人数，以及在各个地方会乡的人数，这样做一个保守统计，至少有10万人次的一个参加了。县政府表示，妈祖文化节逐年参加人数保守估计有10万人，而且逐年拢在增加。今年都邀请云林太平马，也加招全国的护驾军，参与的人数会更加多。不过，地方对妈祖文化节的举办反应无同。县政府3年前家己统计的满意度是7%5%，新计是认为有增进的空间。带动咱宜兰的经济啊，迄个妈祖的文化，发挥妈祖的文化。无论如何，在民众的感受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感受上，这样子都是不公平的。有文书工作者认为，咱国是宗教自由的国家，由公部文偏的预算支持特定宗教，对其他宗教无公平。妈祖绕境应该回归民间自发性办理，而且补助的时间一个久，民间就失去无款能力这自发性力量。回归民间自主，县政府有规划交由民间家己筹组协会办理妈祖文化节，不过各单也无具体进度。记者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就是波兰的新总统纳夫罗茨基，伫咧当地时间初6宣誓就职，上任的头一天，伊就强调拒绝加入欧元，也强调波兰会保持欧盟会员身份。不过，想尽办法呢排除欧盟对波兰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另外，这位新总统伊是讲过几落届，爱这个乌克兰内面对二战期间协助纳粹屠杀波兰人的历史，也拿这2个国家未来关系，这部分佫需要观察。在全球各国议员徛起来拍扑架之下，纳夫罗茨基正式宣誓就任。波兰在后共产时代的第7任总统。纳夫罗茨基在宣誓了后的演说中，佮一般表示，共产期间的成功强调身为欧盟的一份子，佮坚持波兰国家主权，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Mój program to nie dla nielegalnej migracji, tak dla polskiej złotówki, nie dla euro. Będę więc głosem tych, którzy chcą Polski suwerennej. Polski, która jest w Unii Europejskiej, ale Polski, która nie jest Unią Europejską, tylko jest Polską i pozostanie Polską. 说落来，纳夫罗茨基在户外广场接受3军机队致敬，佮向阵亡将士献花，代表正式接任总统上重要的3军统帅权。Dlatego jako prezydent Polski zrobię wszystko, aby w najbliższych latach zbudować
co najmniej 300-tysięczną armię polską, najsilniejszą armię Sojuszu Północnoatlantyckiego w Europie. 实际上已经废除征兵制的波兰，现役军人有完有瓦20万的规模。伫北约的欧洲会员国中，已经是头前几名，加上35万的后备兵力，将兵制扩增到30万人，并不困难。不过，大体注意的是，除了未来甲欧盟的关系，波兰甲乌克兰的关系也正做关注焦点。这波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波兰是乌克兰上坚定的支持力量。那政府关键大型武器，波兰人也是乌克兰外籍佣兵的上大宗。不过，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历次大战期间，部分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协助纳粹德军屠杀波兰人的历史，也一直是两国之间的心结。二战期间，甲纳粹强暴的领袖人物，高达犹原和乌克兰看作是民族英雄。纳夫罗茨基几下摆强调，要求乌克兰诚实面对历史，这会安怎影响波兰甲乌克兰未来互动，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讲到这扩工病，还有天高这拢是算是环境病，提醒咱观众朋友，落大雨了后，外口积水一定要避掉。讲到即马这极端气候是愈来愈明显，各地头落大雨做大水。美国也发布警告，讲透过这网下传播扩工病疫情当咧扩大，民众要注意亚洲、南美洲、非洲和印度有部分地区疫情。目前中国广东的灾区积水呢，这款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000例了。时发现水位最深处已经漫过轿车车顶。暴雨造成积水，真侪人被困。这是发生在中国广东东莞的大水灾，道路加速河流部分地区交通白天白灯。为8月广东省一直落雨，而且雨量惊人。包括大水灾甲土石流、广州、佛山、肇庆、惠州等真侪都市灾情严重，因为积水，河浜塘生拖真紧。China is a huge country. The mosquito can grow with the size of a 1 pound coin. And every time it rains,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of 1 pound coin volumes of water that can grow the mosquito. 透过大病网定调的扩工病，为6月以来就伫中国广东省拓开，即马大水灾累积雨量，将做网生团所在，已经1点佛山已经通报超过7000例。美国疾管中心已经发布旅游警告，欧洲疾病控制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扩工病毒已经伫全球造成24万病例，加90例死亡。疫情政府发烧、关节痛、疹、头痛、筋膜痛、甲红疹，感染了后症状会继续2至到12日。有人可能出现极端症状，可能死亡。The real driver of outbreaks like chikungunya and all that are travelers. The reason is because not everyone who gets infected with chikungunya virus would develop symptoms. So you could still be very well, but you're carrying the virus. 就亲像印度甲巴基斯坦最近也因为梅雨爆发大水灾，美国疾管中心表示，还未有疫情通报，不过风险较悬。同款在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泰国、加奈及利亚也有大水灾，民众旅行去这些国家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来看这条讲法是想要拼世界第一，这意大利政府初6正式通过，要起一座甲这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岛相接做伙，而且是全世界上界长的吊桥。就算外界有伫积极，不过最后也是下部会核准，预算来到130亿欧元，按算2032年要完工。连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墨西拿海峡大桥，总长3.7公里，设有4线车道和双轨铁路，10点钟会当通行6000台汽车，大概会当通行200班列车，比现行的渡轮效率是3级跳。这项计划讨论真侪年，即马第一摆得到完整的财务支持，和地方政府一致同意规个定案，按算会对今年开始筹备，明年动工，伫2032年完工了后，会超过统计局的下车卡内大桥，到时就变作全球上长的单下限速桥。Sarà, a questo punto si può dire sarà, non sarebbe. Sarà il ponte a campata unica più lungo al mondo.
密西拿海峡大桥计划早就伫196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是因为低档台的风险、财政和环境负担，佮有乌手党介入分赃的疑虑，一直都无法度落实。即马伫右派政府的推动之下，佮一摆启动，政府承诺伫10年内投入135亿欧元来推动工程，会当帮助稳固南部的民意基础。总理梅洛尼讲，这是国家意志的象征，会变做意大利工程和技術的里程碑。沙爾維尼嘛強調，整體工程會高規格來烘焙。Qualsivoglia tentativo di infiltrazione sarà una nostra ragion d'essere. Col Ministero dell'Interno si stanno adottando tutti i protocolli che già si sono adottati per Expo, per le Olimpiadi. 密西拿海峡大橋除了交通經濟功能，未來有可能嘛有軍事用途。意大利政府最近幾年積極提懸各項預算，這座橋納入國土安全基礎設施，會當幫助達成軍費和安全支出佔5% GDP 的目標。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咱做伙來關心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4度到35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5度到33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6度到33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咱再會。坐船来佚佗，透过这个独木舟介绍咱东部的海，这是半暝3点的海皮。伫咱东部咱看到足侪种无共款的景色哦，开始转到一直过，差不多过3公里。